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9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电诈。最近有一个演员王兴他在这个泰缅边界失联，失踪了据称被绑架到缅甸，具体绑架去干什么不太清楚总之他失联这个事情引发各界关注连这个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还泰国的警方都积极行动，已经监督到这个官方几国联手，然后王兴在7号成功获救。王兴这个事情呢，引起了轰动就是社会舆论广泛的关注热议，然后也有更多的失踪人员他的家属也行动起来。我看今天还有个什么模特河北的吧，说他的家属发文求助，说他的那个失联的情况跟王兴是一模一样，连路线都一样。当然呢，不仅这个模特就在王兴获救的下午，一个由487人的缅甸被困人员家属互助群内，群主正在用在线文档统计被困人员信息。王兴获救的信息被转进群里时，有174名家属进行了填写。这份文档最终被取名为全国174位新兴被困缅甸联合求救。这些人中有弟弟、儿子、丈夫、父亲，短则数月，长则几年就已经失联了，或者是被困在缅甸家里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在焦虑、担忧、恐惧和奔忙中度日如年不敢错过一条信息，不敢漏接一个电话，日以继日的等待亲人归来。说实话，看了这些新闻我也挺无语的形成这样一个局面的原因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这个缅甸的电诈非常猖獗。去年闹得纷纷扬扬的就是那个果敢同盟军然后这个什么4大家族全部被抓到内地来，抓到中国也是因为果敢同盟军那个彭司令打着清剿电诈，缅甸政府军呢清剿电诈不力，对吧？这个果敢同盟军趁机以这个反电诈为由，把果敢给拿下了，4大家族覆灭。但是果敢这个电诈据说还不算最厉害，因为果敢是在缅甸北部，跟咱们云南接壤。缅甸电诈最厉害的是在妙瓦底，这个妙瓦底它在缅甸的南部，它跟泰国隔一条河。这个妙瓦底已经成了缅甸这个电诈的叫乐土而且不仅电诈，还有什么器官买卖，在那儿死个人跟死条狗差不多有人说这个果敢同盟军在果敢反电诈受到了这个某些国家的支持什么往山林里面扔武器这果敢同盟军也捡了很多武器等等就这种说法让你感觉在缅北那儿反电诈似乎这个大国好像还有点手段，可以使上劲。但是到了妙瓦底太远了，只能通过官方，但是官方那个地方是泰缅边境，缅甸现在这个局势大家也知道，所以说妙瓦底成了臭名昭著的电诈乐园，什么 KK 园区那现在所指的这些失踪人员包括这个演员王兴，还有那模特他们都是被骗先到的泰国，然后从泰国怎么样偷渡进入妙瓦底，一到了妙瓦底你就基本上失去自由了这个就是当前一个情况。我对这个演员王兴还有模特他是怎么被骗到泰国，然后怎么又从泰国进入妙瓦底或者进入缅甸，然后又怎么被营救回来，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也没看，我只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这个泰国警方解救了王兴以后让王兴用中文提示他说泰国很安全。就是泰国政府、泰国警方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什么逼的泰国警方要让王兴说泰国很安全？说来都是泪所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诈骗、欺骗。虽然我在以前的节目里面聊过这个，但是通过缅北的这个4大家族被剿灭，通过演员王兴被绑到这个缅甸，这个事情似乎不是那么简单。首先一个咱们以前网上有个梗说中国人不骗中国人，但是你现在看看，事实上是中国人专骗中国人，或者把它扩大一点就是骗华人，或者叫华人专骗中国人。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实际上最近几年随着这个电诈犯罪团伙在产业形态、技术上不断的迭代升级国家对这个打击网络犯罪，就是打击这个电诈相关产业链这个力度然后从源头上全链条对这个黑灰产业开展全方位的管控和治理，采取断卡行动、网络治理等举措，也就是这种反诈工作不断深化，不论力度、频率还是覆盖面都在不断加强。
打击力度啊越来越大，这个越深入，但是啊，仍然有年轻人被诱骗，这是为什么？是不是说老的韭菜割完了，新的韭菜又长起来了？那割了一茬又来一茬，那就像胡适一样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老的这一波人吃一堑长一智，哦，知道了，那是骗人的。但是新长出来的韭菜他不知道啊，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恐怕也是个原因啊。第二个就是它的诈骗手法呀，也在迭代更新，对吧？这个诈骗的手法它也是与时俱进的，骗术也不停的在升级。所以我在想啊，类似这种极端的，它不光是简简单单说一个电信诈骗啊，打个电话给你骗钱，这种极端的绑架人，把人绑过去，让他从事这个黑灰产业，就是诈骗产业链的这个一个环节，它不就是绑人去做这个从业人员吗？对吧？就目前来看啊，大部分把这个中国人呢绑到缅甸去，他还不是说像那个绑匪要赎金，这也有啊，但是至少目前看，他们主要目的是把人绑去从事电诈这个行业，那边有电诈一条龙，一个产业链，缺人，尤其是缺中国人，所以他们只能通过这种欺骗把人骗过去从事电诈行业。所以我们要深入分析啊，就是为什么这个事情它屡禁不止。你要说这个打击力度啊，那可以说咱们政府对这个电诈打击力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恐怕全世界的没有这么就是打击电诈力度这么强的。先说手段啊，你看看这个很多地方啊，那个因为这个电诈一个特点，很多地方电诈它是一个村一个村的，都是一个带一个去从事电诈行业，一个家族或者亲戚带亲戚，同村的带同村的，他们跑到缅甸从事电诈行业。对这种呢，你看看啊，那个地方政府都是在他们家墙上刷字，对吧？什么电诈是违法的啊，什么这个什么一人电诈全家遭殃，对吧？还有更过分的啊，就比如说你从事电诈，那你的父母的退休金给你卡掉，孩子上学不让上，株连，这个都有报道的啊。说明什么？说明没有办法采取这么严酷的打击都没有办法治，不要说坐牢了，还有吊销户口，把你的卡号什么的全部给你消掉，父母孩子受牵连，就这样都没有办法杜绝。然后呢，你看啊，为了打击电诈，你要去银行取钱，你取个5万3万的现金，或者你给谁转款，很容易就遇到银行不给你办，让你先去派出所。为什么呢？因为你给人转款人的号码涉嫌电诈，必须先到派出所报备，派出所同意，对吧？你才能取钱或者才能干啥汇款。这个新闻是不是报道特别多，给人民群众啊存款取款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大家都在吐槽，实际上都是为了防止电诈，都已经影响到大家的日常的这个金融活动。但即便这样，仍然防不住有人还是要给那个把钱取出来分子，或者给诈骗分子汇款，就是警察去了他们家，对吧？严令他不要汇款，人家还要汇，拦都拦不住。这个报道也很多吧？我就是说啊，这个政府在打击电诈这一块，那真是不遗余力啊。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电诈，恶性事件还这么多？我们再说说泰国啊，这个泰国也算是倒了血霉，因为大家知道泰国它是以旅游为主，它要发展旅游业。泰国以前的旅游业主要是咱们中国人多，中国人占80%，去普吉岛啊，去什么芭提雅什么啊，去曼谷、清迈，华人特别多。但是啊，华人在泰国出事的也特别多，什么对吧？妻子被老公推下悬崖，什么那个在泰国留学的小女孩，遭到这个杀害，针对华人的犯罪特别多，但最后一看都是华人害华人，这泰国他就郁闷啊，对吧？这是你们自己人是跑到我这来，我这只是犯罪地，不是泰国人，也不是外国人针对中国人，而是你中国人自己搞自己人，你只是跑到我这来搞而已，结果导致泰国是不是就是大家口碑就差了，大家觉得泰国不安全的，大家不愿意去泰国玩，所以这个泰国的旅游业受影响，因为咱们是中国人，是主要泰国的游客这个来源呢。但是现在好像已经不是这样了啊，就是其他的国家也越来越多了，俄罗斯人更多了。那你想想，有没有俄罗斯人在泰国被人绑架到缅甸的，或者被绑到别的地方从事电诈，或者是绑匪要赎金，有没有？都没有，或者就是有，那是极个别的。那现在尽是你中国人在这整坏事，现在都是中国人先到泰国去，当然是被骗的啊，有的人被骗，有的是自己到泰国，然后怎么样从泰国边境偷渡到苗阿地。你说泰国有没有责任？如果按照我们对电诈这种态度啊，那泰国有责任，就是他完全可以在那个偷渡的主要路线，对吧？加强警力，加强巡逻，加强盘查。但是人家泰国他凭啥？就是他们自己国家又没这事，所以泰国遭受的是无妄之灾。但是没有办法，为了泰国的这个声誉吧，他就害怕人家说不安全。泰国一不安全，那泰国游客就少。所以泰国啊，出了王鑫这个事之后啊，这个泰国的民族报、曼谷邮报等媒体
7日消息啊，说泰国数字经济与社会部计划颁布一项紧急法令，以打击日益猖獗的网络诈骗。根据新颁布的法令，所有金融机构和移动通信运营商应加大力度保障用户安全。如用户在享受上述2个行业提供的服务期间遭到诈骗，相关责任方需对用户进行赔偿。泰国的副总理兼数字经济与社会部部长巴瑟7日表示，这项紧急法令将在本月内生效。这都是被逼急了，没办法，这相当于把这个泰国的跟这个电诈相关的灰产，它也是渠道之一啊，赶紧给它掐断。为什么没有俄罗斯人绑架俄罗斯人？为什么没有乌克兰人绑架乌克兰人？这俩国家还在打仗呢。就为什么你看啊，菲律宾对吧？咱们有2个医疗行业的代表在菲律宾是吧？也是华人干的。菲律宾很多华人的绑架都是自己人干的。德国那个伪装成租客啊，就专门强奸中国人，案子也破了。为什么中国人只骗中国人，对吧？从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到中国人只骗中国人。那比如说啊，还发什么数字货币的，对吧？在美的那儿专门骗美国华人的。哎，你要说大陆的人容易被骗，那为什么在美国的华人他也容易被骗呢？容易被收割呢？我最近看那个美国报道说，对吧？那谁在美国诈骗是吧？要判10几年，然后是罚款是10亿美金啊！这说谁大家都知道啊，他还是从犯，他还不是主犯，主犯还没判是吧？所以我们觉得好好的反思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为什么针对中国人的诈骗就这么屡禁不止呢？你把这个地方打掉了，他挪到那个地方去。现在你看缅北被打掉了，现在这个什么中东那儿迪拜好像又兴起了，中亚有的地方也成立了这类似这种犯罪团伙，而且都是华人干的，然后针对中国人的诈骗电诈，就你把这个地方倒掉了，他跑到那地方去，就是那为什么呢？所以我们还得从我们自身找原因。这个韭菜不割啊，都有点可惜，这已经造成这种现象，让那个诈骗分子啊，他感觉这个韭菜不割那是暴殄天物啊，不割不行啊，不割他野蛮生长。哎，你要说中国人他的教育观念里面啊，中国人实际上是警惕性比较高的，因为他从小被教育就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咱们对任何人采取的都是不信任的态度。这跟外国人的教育还不一样，对吧？咱们从小就教育是吧，就不能跟陌生人说话啊。哎，你也可能被人拐卖小孩，对吧？拐卖妇女的，所以你不跟陌生人说话，你就不容易被拐卖。你看从小受这种教育，但是你看西方的人家就没有这种教育，对吧？人家陌生人他会主动搭讪。我在美国玩的时候啊，在路边一站，反正那美国人啊，就他那种热情啊，都是我这受不了。你只要一看他，他肯定过来跟你说话。你在中国啊，你一看他，当很多人都是你瞅，对吧？你瞅啥？也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小教育警惕性还是比较高的，不要轻信任何人。那为什么偏偏我们这诈骗最多呢？上当的人也多呢？这不是个讽刺吗？中国人只骗中国人，人家说啊，因为咱们是同种，文化一样，知道你的弱点，对吧？知道你的长处，所以好下手。但那其他的民族不也一样吗？那俄罗斯人懂俄罗斯人，美国人更懂美国人，那为什么他们的诈骗就没有我们这么猖獗？你不能说俄罗斯没有，也不能说美国没有吧？有肯定是有，就他没有我们这么猖獗，这么明目张胆，这么打都打不掉。所以我想来想去啊，这根子恐怕还是在为什么屡禁不止，屡打不绝，恐怕跟这打的人有关系。就是他的目的是真的要根治吗？是要杜绝吗？或者说吧，如果你要根治或者杜绝这种电诈、这种诈骗现象，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办法？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有种感觉就是亡羊补牢，是临时救急的一个办法。你比如说给老头装上防诈 APP， 这个大家都知道吧？比如那种派更多的人力物力来监听每一个外国来的电话，因为现在电诈都是从国外打进来的，所以各个地方就花出更多的人力物力钱呢去监听，也不叫监听了，去监视你这个电话如果是国外打来的，他马上就会给你打电话。我就已经遇到至少2、3次我也觉得他们真很辛苦然后他就会问我你刚才接的电话是不是国外打的？我说是。他是这种什么开头的电话，大部分都是诈骗电话。他说你以后就不要接，直接挂断。我只是想他们连这个电话他们要监视，那你就说他们得多大人力物力吧，他还打电话过来。这说的就是管的人是什么个心态。你看这种都是属于事后来补救，这种东西有没有对吧？从小时候教育我们的课本里面
面，对吧？是不是从教育方面就出问题了？就是我们是非常矛盾的一个民族啊，一方面让你要提高警惕性，不要相信陌生人，但是我们这个多少年教育下来之后，我们偏偏的结果就是我们很容易相信陌生人，很容易被人骗，这就是最大的讽刺啊！那是不是说明这个过程出了问题？我在想啊，如果你不把这个过程给它解决掉，你不把这个诈骗生成的土壤给它解决掉，诈骗是禁止不了的，你没有办法杜绝。你把这个团伙打掉，它会在那儿出来一个团伙，对吧？你再把那边打掉，它还在别的地方出来一个，因为你这个韭菜茂盛呢，土壤就适合出这些大宝贝。那这些大宝贝从小就教育你不要上当受骗，你不要被别人骗，你不要相信陌生人。但是讽刺的是，恰恰长大以后就被陌生人骗。哎，你看这个为什么？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我认为啊，这个跟教育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就是我们缺乏逻辑思维。你只要是在我们这儿受的这种教育，你哪怕以后移民到美国去，你还是这种人，没有用，一样的会被骗，因为你打小就没有这个逻辑思维。即使你变成了这个英国人，你一样的还会被华人骗。就是小时候啊，教育里面缺了一环逻辑思维，这是之一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这种财富和物质啊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就是说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种叫总想不劳而获，总想着天上掉馅饼，或者说吧，我们说更容易懂一点，就是我们的脑子里面总有一种想走捷径，想弯道超车。你看看这些上当受骗的，哪一个不是这种特征啊？对吧？他就是弯道超车思维，他就是那种走捷径的思维。所有的被骗的人都是先给你点甜头，哎，他一看这个有好处啊，一旦这好处实现，对吧？他下一步他就步步上当，在杀猪盘，本质上啊都是弯道超车思维，最后变成弯道翻车，缺乏一种脚踏实地的投机取巧，哎，老是这种思维。因为人人都是这种思维，所以说就是你韭菜太多，总想着自己啊跟一个老师后面啊，他买什么股票我也买什么股票，然后我就财富自由了，我就挣翻倍。他就不想一想，老师这么厉害，那老师自己不去赚钱，还有空带他？老师自己不能把房子对吧押出去，七大姑八大姨借钱，他早就成了亿万富翁，早就比巴菲特都要强啊！你看看，这都是缺乏逻辑思维，就是咱们中国人呢，他有警惕之心，但是他缺乏这个绕开这个陷阱这种手段，他不可能一开始就相信的，一开始就这不靠谱啊，是个骗子。但是人家这个骗子也知道他不相信，接着施展点什么技术，对吧？这是骗术。因为你啊缺乏逻辑思维，所以你很容易被他骗住。所以警察只能告诉你，你这电话不能接啊，你不要跟他沟通，你一沟通你容易上当，因为人家就专门干这事的，因为人家知道你的漏洞在哪儿，对吧？这是第二个，就是我们老是想走捷径，人人都有这思维。咱们一边知道啊，天上掉馅饼是不可能的，人人都相信这个吧，但是生活中又盼着天上掉馅饼。这就是这种矛盾心态啊。第三一个什么呢？第三一个就是现在大行其道的叫降智教育。我们的教育啊，你不能不说它是一种降智教育，实际上是想尽一切办法把你智商降下来啊，就这么降。俄罗斯人说咱们的智商是全球第一啊，这也很离奇啊。降智教育就是所谓的正能量，加头老师、维维老师这种，对吧？一切责任在美帝，一切责任在美帝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样就不用找自己的原因了，反正就是美帝干的。那到我们自己身上呢，也是一样，这责任都是别人的啊，我们自己一点责任没有，是一个逻辑的啊。反正就是往外找原因，不往内找原因，但结局就是一切责任在美帝。然后有点成绩呢，那就是清场是遥遥领先，对吧？这种降智宣传导致咱们网民，对吧？老百姓心智不全。你不要看他是明星，只是脸长得好看一点，皮囊稍微好一点，他那个大脑跟普通韭菜是一样的，甚至还不如普通韭菜。所以明星被骗没有什么特殊啊，说不定他更容易被骗，因为明星更容易相信什么弯道超车、不劳而获。如果你有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对吧？凡事多问个为什么，骗术再高明，他也骗不到你，对吧？如果你再加上这个，我就没有不劳而获的这种想法，我也没有什么天上掉馅饼，这好事到不到我头上，天上对我来说啊，天上只能掉石头子、下冰雹、掉大铁锤，你就不会上当。所以你看啊，这说来说去都是教育上面出了问题，我们在教育这个环节没有把它抓好，导致你走上社会之后，咱们采取的都是补救措施，对吧？所以你被抓了，你被人绑架了，然后咱去救你，你接到诈骗电话了，咱赶紧通知你啊，你不能接这电话。所以你要杜绝这个电诈这个泛滥的这个现象，事后补救这个效果是最差的，兴师动众，成本还高，给群众啊带来了很多不方便。这个就相当于把防电诈这个责任、这个功能全部交给了有关部门，变成他们的事情，而不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事情，对吧？防电诈应该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人人自己有责。就像一个那个羊圈的围墙，如果是你的羊都跟狼一样，那狼想
进羊圈吃羊也难。那现在呢，我们是靠这个羊圈，对吧？把它砌高一点，家人去看管来保护羊，而不是靠羊自己保护自己。那你这个羊的安全就取决于这个保护的这个人。那保护的这个人呢，他根据需要啊，有的时候把围墙搞低一点，让狼进来咬死2只，这便于管理啊，这样你羊你觉得很感谢啊。但是你把羊全咬死了那不行，损失严重。所以这看羊圈的人也在玩命的对抗狼，但是他偶尔也会放几只进来，要不你岁月静好也不太好，对吧？你都忘了谁保护你了，所以你要杜绝，对吧？这个狼老去咬羊，那你最好的办法是提高羊的这种防御能力。但是这个例子不一定很准确啊，就是大家知道什么意思。所以说啊，如果不从这几个方面下手，最主要是从教育这一块，那这种电诈啊是杜绝不了的。我们每年花费在防止电诈、打击电诈上的社会资源和成本会越来越高，而这个成本都要我们来负担，对吧？比如你去取款不方便，那这就是成本之一啊，这是时间成本，这是精力，耗你精力。他养的人多了，那个是不是工资要发的多啊？预算多了，这些钱从哪儿来啊？不是你交的税吗？所以这个社会运行成本越来越高，社会运行成本越来越高，你的负担就越来越重。连胡一进老师，对吧，都接到诈骗电话，那你说这怎么防？没有办法防，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教育，从小学教育就开始抓起。但是啊，对于很多人来说，你要这么教育韭菜的话，那就很危险呢。那韭菜一个一个的比一个聪明，比一个警惕，韭菜不好忽悠了，那你还怎么管呢？有的时候管牛马，行之有效的手段也是骗，或者你为了防止诈骗、防止电诈，导致这些牛马不好骗，损失很严重啊，属于自毁长城啊。这个只能说这么多啊，大家自己去体会啊。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这么多，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